各位樂在旅途財經人 fans， 想唔想今年11月同我一齊深度探索未來科技嘅脈搏，同時品味人間滋味？今次我將帶大家去到上海，實地考察商湯位於徐匯區嘅總部，感受 AI 前沿嘅震撼力量，感受多模態大模型帶嚟嘅震撼，自身創新前沿，洞察行業趨勢，再品嘗今秋最肥美嘅大閘蟹，體驗滬上奢華美食之旅，美酒佳肴，盡享尊貴，商務社交，品味生活。名額有限，機會難得，更有獨家商湯投資心法分享俾大家。立即成為請我飲嘢及食嘢會員，搶先報名，與我同行，洞察商機，品味風。大家好，我係樂在旅途財經人 King Sir， 誠邀你共赴上海奢華之旅。11月18日至21日，4日3夜，來回搭乘香港航空商務艙，專享空中私密空間。入住5星級康德萊 Conrad 酒店，盡享頂級住宿體驗。酒店位於南京路步行街旁，方便大家購物啊！行程包括獨家帶大家參訪商湯科技總部，洞察 AI 前沿。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巴西前總統羅塞夫都曾率團參觀此地。百年品牌嘅傳承，非凡之旅嘅藝術。另一參訪重點項目就係 LV 路易號，沉浸 LV 路易號非凡之旅，感受奢華文化，探討品牌歷史、藝術與時尚。喺隨後更加會喺 LV Cafe 晚宴，體驗時尚及豪華嘅融合。行程另一重點食府係黑珍珠及米芝蓮推介榜上有名嘅上海本幫菜餐廳福1088。嚟到上海，當然仲要品嘗金秋限定大閘蟹盛宴，高滿黃肥。行程最後一日將帶大家嚟到成龍行蟹王府，品嘗蟹中之王，品嘗肥美大閘蟹舌尖上嘅盛宴。4日行程9餐全包，盡享上海美味之餘，我將分享投資商湯嘅獨門心法。呢個係一場投資與品味嘅盛宴，喺旅途中學習，喺享受中賺錢。名額有限，立即報名啦！期待同你相約，上海見。